来针对劳动部这个霸凌的事件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搁一摆甲这个家属来道歉，而且强调讲一定会严办，互过往的同仁甲家属一个公道。啊，劳动部长何佩珊请辞，行政院嘛已经准了。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，向家属道歉。 同时，也向受影响的同仁表达歉意。向劳动部过往的公务员家属回失礼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这场霸凌的事件，总统赖清德亲身说明。谢宜荣2大过移送惩戒，蔡孟良署长1大过调离现职，并且全案移送法办。劳动部何佩珊部长也已经请辞获准。政府为以此事件为戒，避免 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。赖清德下军令相关的部门拢来检讨，同时嘛宣布劳动部长何佩珊已经请辞允准，除了追究政治责任，代志的真相嘛，搁咧查明，为着无要互这款代志搁再发生，针对这场霸凌的处理机制，调解的立委嘛拢话话应该要修法。政府机关应该要委托民间的公正单位来建立外部申诉机制。民进党的方案主张就要清点公务人员的能力来补人，国民党的方案是支持公务员做工会放零做工会人数受劳基法，增加离线权，建立公务员下春秋的调整制度，调任其他的机关，无需要原单位同意。啊，那民进党的方案是呼吁通过告发者的保护法。明明知道有不法的弊案的人，都乖乖的把嘴巴闭上，甚至发生这么大的悲剧，也没有人敢在现在法治不完备的状态之下 挺身而出。调解立委拢提出方案来补破网，就是希望这款的危害莫阁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